歌羅西第3章，既然恁已經甲基督做伙國活，就着追求天頂的事。佇遐基督坐佇上帝的正邊，恁着專心頂面的事，毋是地上的事，因為恁已經死，恁的活命甲基督做伙穩藏佇上帝內面。基督是恁的活命，伊顯現的時，恁嘛會甲伊做伙顯現，來分享伊的榮耀。所以，着消滅恁內面遐個地上的慾望，就是淫亂、污穢、邪情、邪欲、甲貪戀。貪戀是拜偶像，因為這個事，上帝會生氣，要臨到悖逆的人。恁以前趁這慾望得生活的時，言行舉止嘛受因支配。毋過現在，恁着氣煞生氣，歹性地、怨憤、誹謗，甲講垃圾話等，毋通互相欺騙。因為恁已經有將舊的人甲習慣脫起來，將新的人穿落去。這個新的人，創造主照家己的形象，繼續得甲伊更新，互恁通真正捌伊。安尼，無閣分別希臘人也是猶太人，受割禮也是無受割禮，未開化、野蠻、奴隸也是自由人。毋過基督是一切，也佇一切的內面。恁是上帝所揀選的子民，是伊所疼的，所以着用憐憫、慈愛、謙卑、溫柔、甲耐心做衫穿落去。恁中間若有糾紛，着互相寬容，彼此赦免，親像主有赦免恁，恁嘛着安尼相赦免。這個以外，着閣加他疼心，因為疼會互一切連結，完全和合。着互基督所賜的和平支配恁的心，為着要互恁有這個和平，恁受警調成做一體，恁閣着時常感謝，着互基督的話豐豐富富點佇恁內面，着用逐款的智慧互相教示，彼此勸誡，唱詩篇、聖詩、靈歌，對心底感謝學了上帝。恁無論做甚物，講話也是行為，攏着奉主耶穌的名來做，通過伊來感謝父上帝。做婦人人的，着順服丈夫，因為這是信主的人的本分。做丈夫的，着疼婦人人，毋通甲伊歹款待。做兒女的，逐項代志着順服父母，因為這是主所歡喜的。做老爸的，毋通激兒女生氣，則袂互因灰心失志。做奴隸的，逐項代志着順服世上的主人，毋是為着要互因歡喜，則佇因面前安尼做，是因為敬畏主誠心做。恁無論做甚物，着靜心做，毋是為着人，是為着主做。着知主會甲恁報賞，互恁對伊得着產業。恁得服侍的是主基督。做歹的人會受歹的報應，因為上帝袂偏待人。